插画一般来讲是批多数方简单的图，不过是台中董事人的后生插画家刘同宪沙屯插画作品，空太多调子、字样布、热辣、数记号，还个细条碰，安尼插画都韩国成法。伊从小睇客家状态嘅，对家乡同客家文化有过深的感情。喺2010年，还出版嘅《画家带路嚟客家庄游览》，用伊画嘅图、地图、韩国相片也都记录台湾客家庄嘅景，带大家看下来认识一个后生插画家。啲画风松色，放出深浅木巧用嘅一味，特别都看得出作者对色彩懂讲究。刘同宪啲推中董事客家状态，佢爸爸係藝術家，故所此世看到嘅未懂好畫圖。睇嘅過後對建築動有興趣，透過青年嘅建築，並也過後三唔知會做乜嘅賬號。後來之後，我發現我都不喜歡冰冷嘅畫圖方式。為什麼嚟講？都係建築其實佢係當制式化，你必須要用很網線啊、漆線去畫出個鋼筋水泥，鋼筋有凹幾多凸啦，完全。行係動好畫圖，唔過唔好畫建築設計圖。劉同憲有意義看報紙，看到嘅插畫為整個，故所開始佢畫插畫嘅人生，佢嘅興趣就變做嘅佢嘅條路。我親像啊國小嘅時候寫毛筆字已經分叉一個毛筆，我都用嚟自己毛筆跟介合硬皮嘅櫻花牌水彩，開始就幫我提一種水彩畫。啊，嗰是冇任何技巧啊，嘛唔知講嘛搞先用鉛筆搞嘛個裝下毛，拿到紙都開始用水彩開始畫。沒想到那張圖都按嚟先到咧，然後拿到第一筆稿費600塊。拿啲鉛筆用簡單又有火嘅線條，先太快嘅畫出想法。劉同憲畫嘅人事物，總係本大家知道伊溫暖，伊有人情味。同一般嘅創作冇共用，插畫會配合主題。故所對插畫家嚟講，喺發揮自家嘅創意之前，天初會先了解同佢合作嘅創作者想法係乜嘅。通常到了個過程當中，其實輕重要嘅係唔係我想要幫乜嘅，係我試着畫出佢想要嘅東西。因為咧已經唔係我自家嘅創作咧，所以我試圖要去深入嘅了解對方佢真正想要嘅東西。你係比我自己創作更加重要嘅。劉同憲嘅作品動詞言又輕鬆，又有童話氣味，故所想喺呢度創作來潛記，來開發出各種各樣嘅創意商品。除咗有卡片、明信片、數記號嘅，連碟子、字樣帶都有佢嘅插畫作品。像我試到插畫佢係無限嘅可能，像碟片有間嘅周邊明信片啊，一般是掉一個郵票都寄去一本自家一個好朋友，啊冇就會周邊貼紙。當地人上有溫暖嘅手工畫嘅風格，故所劉同憲嘅圖，啲見來見到嘅產品行都看得到嘅。也下面有新人貼片來潛記，設計貼嘅。佢剛才講，佢希望大家試到甜嘅東西，大家心情都已經來到嘅喜帖、嘅婚宴上，慢慢試到心情係當甜嘅，所以嗰時就聽佢上到講，麥芽餅乾係又是釀到將兩個人嘅感情，又是釀，按過又唔係釀去當hand，按試到就當香，所以我用而家麥芽餅乾做兩個喜帖嘅主角。主題工作畫圖未同成法結合強下。2010年，劉同憲未將頭擺行高嘅台灣客家莊嘅記錄，編做一本插畫旅行書，用簡單嘅文字同佔據人心嘅圖同相片，帶領大家來了解客家莊。
对佢来讲，客家中特别嘅乡村味同建设，就像係法國嘅普羅旺斯。一本書記係用法嘅方式，剛剛所見所聞，剛剛歸在台灣幫佢填嘅地方，將佢用插畫方式給佢畫出來。然後我們發現，我其他都畫嘅過程，我們發現原來嘅客家莊係按醬、按到花、按到草，嗰條路按有味道，嗰條莊係我想我本大雜地，咪係透過個過程之後，讓我自家咪非常感動嘅一個旅程。出版嘅插畫理由書，帶定土宅去故鄉推崇老料，行教為台灣各地嘅客家莊，未教大家用為簡單腦電筆筆嚟做伊個插畫家。接下來劉同先親太嘅夢想，就係將韓幾多嘅老師導向，嘅爸爸嘅客家料理，加入到故事項，老家變做一本插畫料理書。因為包括旅遊嘛，介紹旅遊嘅地點。我都想要講客家式的東西，咪帶本大沙，講啲客家料理放出來，然後用大沙地講，原來客家菜唔係顧鹹，唔係顧油嘅呢，佢係要懂創新的吃法。劉同先嘅插畫經過家老公嘅考試，變做一段一段歡喜嘅小短片。比如也後生嘅兩公婆未希望結合電腦程式同編輯，發展出一下流行嘅應用程式 APP， 可本插畫有客家度嘅運用。希望未來推出一些 APP， 然後希望來結合一些時下的一些年輕人喜歡的東西，像是照相的貼圖，然後還有在未來希望可以做一些那種卡片。讓人家在上面選一些貼紙，貼在你想要的一些畫面上，然後編輯一些文字之後，然後把它存成卡片，寄給你想要寄給的人。用方便記錄感通，記錄台灣工作等以上嘅素材，還會帶領大家重新探索家鄉東西嘅內容。對於劉同先來講，方便唔但淨係講起天天，還加係溝通世界對話嘅方式。